我们这种是文梦，然后我们来介绍就是刺青师背后的工作，还有刺青师的内容什么，跟每一个作品背后的含义及故事。然后这是我们的影片，然后影片内容就是有一开始的刺青的它的场地，然后还有什么？然后还有里面的一些颜料啊，然后还有刺青机，然后还有一些刺青的前置作业，像这个就是转印纸，要先转印上去，后面才会开始割线。它这已经开始在割线跟打雾，然后做上色的动作。然后像这个就是我的脚，然后是当下我们是实际去跟这个刺青师，就是我刺青师做合作的，这样。然后因为刚好我们要做拍摄，然后我这个刺青师阿德他也是很乐意的去帮助我们。然后像中间这个就是我的脚，然后左边右边这些都是属于日式传统的作品。